系啊，到迎宾乐，有没有迎宾乐？有没有迎宾乐？来，用迎宾乐响起，我们欢迎我们所有的贵宾，掌声不断。我们有请贵宾室的贵宾，帮我请贵宾室的贵宾。好，掌声暂停，音乐响起，音乐响起了，音乐响起。让我们的音乐用迎宾乐邀请我们的贵宾，欢迎我们自己，等一下再拍手，欢迎我们长官们进场了，各位贵宾。你要坐这里吗？刚刚还是我去别的地方？好，我们请我们所有的总会各位代表们，我们荣誉理事长，还有王理事长、简副理事长，还有省委会的邱理事长，还有我们同仁的负责群，还有一贯道的各位前辈，我们即将入场，还有云总呢，等一下用掌声欢迎，等一下哈，等一下哈。好，我们现在两边的门把它关起来，然后我们就不走动了哈，不走动了。音乐再一次啊，音乐再一次，来，让我们掌声。等一下哈，等一下，为什么要跟大家报告这件事情？今天一贯道走过30年，特别邀请到国家总统，我们的总统亲自来给一贯道颁奖，热烈掌声欢迎总会理事长，还有总会的各位理事，还有我们的公道总召余部长，热烈掌声欢迎。掌声不断。